法移工这件事情浮上台面，有要处理吗？移工在我们国家，我们都像国人同胞一样，对他们感谢，对他们有周到公平的照顾。那移工变成非法，那是不好。不过现在正是防疫疫情紧急的这个时候，我们国人同胞也都忙于防疫。我们的移民署、警察人员，甚至于医院，我们也对于相关的移工们的健康，我们都会非常的注意。但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在忙着防疫的这个时候，又去做其他方面，目前并没有这样子来做。但我们还是呼吁移工为我们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国民照护上做很多的贡献。那我们也会照顾在台湾为台湾努力奉献的移工们。我们也希望不要变成非法，非法就等于受不到照顾，这样对移工本身也不好。对于口罩方面，我们一方面就是增加产能，调整供需；一方面就是把口罩给最需要的人。这个做法随着产能越来越增加，已经从一开始一天100多万片，到现在可以一天到700多万片，未来可以增加到1000多万片。我们一方面在过去已经给最需要的第一线医护人员及特殊的工作人员和特殊的病患，同时给小朋友也增加。未来随着口罩产能的增加，我们也会随时来调整对国人同胞相关的配合各地各种需要，我们会调整相关可以实名制领取购买的片数。但无论如何，当全世界都在闹口罩荒，当全世界口罩贵得不得了的时候，台湾的口罩是最稳定，同时也是最便宜。非法移工的问题，感染的状况可能有越来越加剧。那现在还是呼吁说，健康的人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我们是遵照专家会议的结论，是我们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但是随着疫情的变化，我们对于在长时间密闭空间、通风不良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看每一个具体的状况，有需要的时候还是戴上口罩。最重要的是，你如果有身体不健康的情况，就要在家不要趴照。另外有状况的人，或者要出入病院或者不停的接触的人，那当然是应该要戴口罩。